刁叔，你们赚了吗？刁叔，赚了钱你不开心吗？你之前为什么跟着静文啊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坐。你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什么样子？穿什么衣服？漂不漂亮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也好。你这个钱老板啊，不靠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一天赚这么多钱，他之前总跟我说保障啊保障，现在肯定后悔死了吧？刁叔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赚钱开心啊！行了，看不懂就别看了。走，发现之后我叫你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以后叫我东升哥。我听小罗说起了你，想问问他你的事情，他似乎都不记得，但我都记得。离开那天，你对我说：“利人才能利己。”以前是我太自私了，爱本该是接纳，是共生，是欣赏原本的样子。成功也本该是专注，是踏实，是汗水照见理想。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不再是一个唯利是图、投机取巧的人，不会再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成功。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你说的道理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走了？女儿，妈妈叫阿姨给你炖了鸽子汤，你去喝一点。待会儿妈去收拾东西。妈，对不起啦，让委屈你们了。其实做人啊，是要对自己狠一点，这样才能活得更好。就像当初的林夕，她就有这股劲儿，才能搞定张海潮。现在你看看，人家是总裁夫人，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。其实妈妈也差不多，你爸爸虽然花了一点，但是我只要忍，我出去以后一样是光彩亮丽的欧阳太太。妈，这些我都懂。不过我跟林夕不一样，她有她的方法，我有我的计划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拿到我想要的。你们先委屈一阵子，以后一定会好的。女儿，妈相信你。不过妈还是要提醒你，人是不会变的，贪婪的永远是贪婪，出轨的永远出轨，离东升也不例外。男人都一样啦。喂，子夏，你快来一趟！什么？啊，我在公安局呢，他们把欢叔抓起来了，说是什么涉嫌经济案，被抓走了。他们说欢叔让老婆注册了一个公司，然后从中拿钱什么的。你说这是不是黄林熙设的套啊？龙生，欢叔的事情被海潮和林夕知道了，他们一点情面也没留。是吗？我刚刚问过律师了，再过几天就要批准逮捕了。按照现在的数额，刑期应该在3年到10年之间。话说他老婆都跟他提出离婚了，他妈也骑到医院去了。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，我们在哪儿见？
就在医院见吧。话说他妈妈好像扛不住了，我去医院看看。好，医院见。太少了，如果是欢叔的事儿就别聊了。可是欢叔他实在太可怜了。你知道刘片失败他也有分吗？我一直都知道。既然你知道，你就应该去问问他，为什么我给他第二次机会他还这么对我？如果我原谅他，老天都会惩罚我。纵容坏人也是犯罪。太棒了，站长，终于上市了，站长，谢谢，赢了，大家的功劳，大家的功劳。你们都很棒。那为什么当时不开除？为什么要给他做销售的机会？这是故意设局吗？故意设局？放 bug 侵犯知识产权不会判刑，但是销售出了问题，可做的文章就很大。这是不是黄林熙设的套？故意要治欢叔的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说对了。你说你们这里有陪护可以请吗？可以的。那帮我请。阿姨怎么样？哎，血压还是很高，一直没有醒。医生说有中风的迹象。阿姨在几号床8床。喂，杨教授。你好，麻烦帮我把8号床的账单打出来，我来付。对，我会跟海潮说的，但是我觉得作用不大。海潮说他要公事公办呀。好。这个张海潮，欢叔是做的不对，但你罚款开除就完了，下这么重的手。企业家嘛，做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处理问题为先，哪顾得上什么轻重啊？欢叔老婆呢？不知道，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吧？要么就是躲起来了。所以找老婆就一定要找一个，无论你怎么对她，她都不会离开你的人的。可以这么理解。子夏，我们现在就像走钢丝的人，一步都不能走错。你以前不就很喜欢走钢丝吗？现在想明白了。睡会儿吧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张海潮他也没错。可是欢叔毕竟是那么长时间的老同学、老朋友了呀。所以只能是 CTO 啊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你说人到底要不要那么累？要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拼？开开心心一辈子不也挺好的吗？所以我俩就要开开心心的呀。啊，领通都上市了，你看，我们就应该出去玩儿。人不能总想着工作，是不是？那你想上哪里玩啊？来看看啊，这儿也要去，那儿也要去，我全都要去。你野心还不小。行，我答应你。等到忙过这阵子，从哈萨克斯坦到这个澳大利亚，从阿根廷到坦桑尼亚，全部都去。定。这条线的产能没有问题。对，下个月都可以陆续交付了，可以放心。秦宇东的儿子手怎么那么狠啊？把刘鲁京打成这样，都昏迷不醒了。这么大岁数了，这孩子下手也太狠了。就是，打得可狠。他们今晚真明白，医院里头不好抽烟的。
你到底给那小子钱了没有？我怎么没给啊？我给了，我有转账记录的。你给了，我给了，那他怎么知道刘路金了？而且嫂子现在在开大卡车，你怎么肯定没给钱？啊，或者你给了，是不是找到方法又拿回来了，去买你那些什么理财产品啊？徐爱图，你咱出门时候是不是没刷牙呀？机构真厉害，未必是做空机构做的。他的老对手，你说人家跟他打官司，他就老老实实认输，抱着钱去云南种玫瑰花不就好了？云南？玫瑰花？我不明白。刘鲁金一直忙着，就没生孩子。这件事情他特别的遗憾，所以他有个夙愿。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退休的时候，可以到云南买上一块地，种满了玫瑰花，就在玫瑰花的田中间建一个老人院，然后在隔壁建一个孤儿院。老人陪着孩子，孩子陪着老人。你可别说，还挺幸福的。嗯。开市了，赚钱 ，Let's go。今天，华源置新的刘鲁金被袭击，至今昏迷不醒。据初步调查，可能是由私人债务引发。受其影响，华源置新今日下跌23%，引发中概股大跌。刚刚上市的灵通科技也下跌18%。今日中概股大跌，海潮受到了波及，我很担心他。不过我想他一定会想出办法。海潮总能走出一条最正确的路。这一次，不管多难，我都会支持他到最后一刻。关阳，其实你不需要特意从台北飞过来。股价问题啊，我是怕你太小看华尔街的做空机构了。我的目标是要做通讯芯片领域的世界领先。基于这个目标，股价对于我来说都是小事。哎呦，口气越来越大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股价都跌成什么样了？本专砸一下刘鲁金，欢叔的事情炒作一下。我看华尔街的做空机构也不怎么样嘛。我知道现在我的股价不好，但是我不担心。行了。现在世界上的通信标准有3种，一种是欧洲制定的 WCDMA， 一种是美国人制定的 CDMA 2000，而 TD-SCDMA 是还未商用的中国人制定的通信标准。诸位，你们想想看，如果全世界将会启用 TD 制式的手机，而我们公司率先研发出了 TD 制式的芯片，那么我们的股价不会上升吗？这个，我们应该没办法指挥国家吧？国家还没有下决心用 TD 组网。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黄林熙已经去找潘司长了。啊？潘司长吗？这个点子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诸位，什么是遵循国家意志？我们去做 TD 就是遵循国家意志。我们要做就做全新的中国标准。潘司长，哎，等半天了吧？
没事没事，知道您忙，我菜都点好了，就等您了。啊，来，就听这就行。怎么样，都符合标准吧？只要做成中国标准，我保证每一顿都符合标准。行，走，这边这边。走。先请。好。那边。哎。坐。好，来。服务员，上菜。哎，来了。喝点水。好。哎，你好，给您上下菜。好，谢谢。慢点啊。谢谢谢谢。客气。好。谢谢啊。好，那您客气。好，谢谢。别客气。好。符合标准吧？没问题。来的。来。其实海潮的意思是希望由您牵头，把 TD 制式正式商用，希望能够1年内拿到入网许可证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当然有可能啦，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成为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兼创始人，有什么没可能的？我知道，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黄灵溪能完成的，也不是一个领通能完成的。TD 需要国家的专利布局，那也比没有强。你们为什么对 TD 的热情这么高呢？中国没有可商用的标准呢，那就没有办法换道超车。潘司长，换道超车很重要。我知道。可这是一个新标准，需要研发，再研发，几百个公司大家一起研发。领通可以，其他公司也愿意拿出几个亿研发吗？我想，就连你们领通董事会内部的意见，也不见得是一致的呀。你带我去，我一个一个跟他们说。当年高通就推出了全世界第一颗 CDMA 标准的手机芯片，马上成为了全球第一。为什么？因为高通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，在中国必须团结做全新的中国标准，否则我们永远只能被动地跟在别人的身后。那个小黄同学，这个背书是不是背得很苦啊？哎呀，您别岔开话题，反正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。要是谁不支持中国标准啊，那就是阻碍中国通讯事业的发展，以后就是千古罪人。别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。这事太难，国家当然支持，可这几十家公司也得做出 TD 制式的芯片、基站、手机，才能让我们的中国标准通过专家组和国际电联的测试啊。这您不用担心。就感觉啊，好像你能说服得了全世界，但我告诉你啊，几十家公司都能研发出新标准的产品，还能通过测试，难如登天。目前的标准是欧美制定的，没有任何人做中国标准的芯片，没有人把这个标准变成一个产品。潘司长，这是个机会啊，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相信在国家的号召下，这些公司会参与，也会通过测试的。那就太好了，没有产品，标准也是虚无的。哎，这家包子不错啊，符合您的标准吧？符合。吃点菜。您是一个公平的人，我去了销售部以后，业绩翻了好几倍，我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，我应该胜任销售总监。陈伟，打开市场的不是你，是黄总。那个时候领通什么都不是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一志雄是求着我们买芯片的，你做的这么好是应该的。黄总让你去销售部，是给你赚钱的机会。你应该一边赚钱，一边好好的学习。当然了，说到中国标准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现在这块的市场还没有。如果你能够说服那些不相信中国标准的人来购买我们的通讯芯片，就证明你有这个能力。我怎么觉得，只要黄总还在一天，无论我多么努力，我都不可能拥有这个职位。看来，你也不相信中国标准能做出来。这样，只要你能够说服黄总答应你，我就答应你。如果他有一点点不愿意，我也绝不答应。
所以赚了多少？美国做空机构挺龌龊的，但是我说点好，能赚到钱。这算什么？更龌龊的还有呢。当年他们法国电子搞不定，就把人家 CEO 扣在了美国，结果导致股价大跌。他们反手就在二级市场上疯狂收购法国电子的股票，导致最后法国电子都成他们自己的了。还是子夏懂得多啊，有你事儿会成。所以，你要分我多少？我会做到公平。我认可的数字才叫公平吧？洗耳恭听。20%，这20%就当是红木资本为你的背书。还有，每3000万的交易，我要5%的佣金，这是我个人能力换来的。毕竟懂。子夏同学，咱们俩从18岁就认识了。我现在发现人还真是不能轻易断言。你又刷新了我的认知。这个交易不好吗？有钱赚，也更有选择权。你赚钱，我成就理想。啊，两位第一次结婚不要那么紧张嘛，来笑一笑，哎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哎，很好，来微笑，好，3、2、1。可以啊，小翠，这么大。哎，我在上海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酒店房间的，不错。哎，我作为长期侨居在美国农村的台山农民，我第一次到大上海，我不能好好享受享受，开开眼吗？能，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开开眼哈。哎，这楼上还有个露台，要不就喝点儿。晚点吧，晚上等林夕来了，我们一块儿。行，他怎么还没来啊？他最近挺忙的，股价一直下跌，还要忙着中国致仕，估计一时半会走不开吧。你说这种夫妻老婆店有什么意思呀？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干，对吧？你别说，我现在还真有点后悔，当初入股你那个食堂就好了。对呀，是吧？现在还来得及吗？随时欢迎光临。哎，林夕来了，应该是他吧？我开门去啊。尊敬的叶女士，请问你在我们酒店住的还愉快吗？哇，那可是太好了！哎呀，好想你啊！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让我去接你。我要给你惊喜啊！当然有很重要的事儿了。东升要请客，那可是铁公鸡拔毛啊！我得好好想想吃什么，可不能再是那个馄饨摊了。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关叔的家人我都安排好了，出狱之后，我也会给他找一份工作。别自作聪明了，我结婚了。什么？跟谁？跟谁？我呀，子夏。啊！不是子夏，你疯了吧？你忘了当时怎么背叛你的？哎，就像高健那种男的背叛过我，我绝对不要，真的啊！你是怎么进的医院？你还想再死第二次啊？你怎么知道就还会有再一次的呢？问题是他不爱你，对吧？林夕，你这话是不是有点伤人了？你怎么知道他不爱我？是我伤人，还是他李东升伤人啊？啊！你忘了你是怎么从低谷爬出来的？哎呀，子夏嘛，这意思就是，女人能真正通透吧，就是因为受过伤，遇到过不靠谱的男人。但是这也没有说要吃回头草的呀，小翠。你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，大把钞票花不完，你的选择空间当然有很多。林夕你就不用说了，婚姻、爱情、事业、家庭样样都完美，还有个那么爱你的老公。你看看我，忙忙碌碌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。是。他李东升是伤害过我，但那毕竟也是我们分手的时候。
总比他婚后出轨来的强吧。况且我跟东升认识这么多年，也算是知根知底，不比我重新找一个强。其实我能跟他在一起，我挺知足的了。子夏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悲观的呢？你有学识，有头脑，有美貌，又有钱，有事业，来吧，该不该接我都接了。祝福我吧，好朋友们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任何结果我都有能力承担。好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老婆，我们还不睡啊？啊！来来来，到我的怀里来。哎呀，抱抱。我是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你说子夏，她怎么突然说嫁就嫁了？我是真的担心离东升以后会再辜负她。放心吧，我会看着东升的啊。你看得住？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子夏，后来我才了解到，其实在那以后，东升真的成熟了很多。我真的觉得他变得执着，你看啊，一心想要做成和海潮合作的产业联盟。真的没事的，放心。子夏看到了这一点，只是碍于自尊心，从不提起。他不能再欺负子夏，不能再伤害子夏。我保证。哎，老婆，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早回来一天，又没那么累，难道咱们就得一直聊他们吗？不然，我们生个儿子吧。来，负心人的本性出来啦！不是，生个女儿也行啊！来，快嘛！回来了。啊，你今天这么早？跟他们说了吗？说了。哦。他们怎么说的？你期待他们怎么说啊？祝福我呗。觉得我们俩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了，为我高兴。回去了。开心啊。睡了。股价起伏很正常，二位不用特意跑过来。这次不是为股价来的，那是为什么？红木资本对你上市后的资金规划有异议。我也是。你的资金规划里面有3个亿要用作研究中国标准的芯片，这太荒唐了。荒唐。永远用老外的系统、老外的标准，万一哪天翻脸，人家不让我们用了怎么办？回到17时代？极端情况没必要讨论。海潮，目前中国标准并没有人做成过。如果投入大量资金，万一不能商用怎么办？灵通好不容易上市，有一部分投资人是等着套现离场的。你现在要花大量的时间资金放在中国标准的研发上，利润一定很低，股价势必下行。你让这些投资人怎么办？总得有个说法吧？中国标准对股价最终是有所帮助的。中国标准目前都没有拿到中国移动的入网许可证，一定能拿到。董事会都没答应做中国标准。国际通行是我们肯定会做中国标准。二位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们就召开董事会表决，公平公正的解决。我还有个视频会议，二位
自便。投票表决，这不就等于否决吗？他、刘涵、米兰达、黄灵溪，哎，妈呀！我觉得我入了坑，一个独裁的坑。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套现呢？我投资是为了套现，又不是为了被套牢。谁不是这样呢？你都找谁谈过了？有姜薇。姜薇。他最积极。哦。也不奇怪，他是最着急套现的。可是没有用啊，他持股太少了，不够分量的。还有其他员工。那也不够。张海潮想做中国标准，就一定会被稀释股份。2级市场上，我相信黄仲凯和李东升都在大量购入领通的股票，适当的时候团结他们，应该就能换掉张海潮。我知道你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，但是这个张海潮实在太让人郁闷了。回来了。哎，你这大晚上喝茶，不怕睡不着？给你倒杯酒啊。我本来也睡不着，酒就不喝了，能少喝少喝，毕竟是喝进过医院的，有阴影。以前有人跟我说，我还不信。哎呀，时间可真是个好东西啊。好像也没有什么阴影过不去啊。现在你黎东升这3个字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阴影，因为跟着你就会赔钱。嘲笑我？那倒不敢。哎，不过我建议啊，以后融资的事情我来做吧，给你弄个产业基金，帮你通过资本撬动整个行业，完成梦想。好意心领了，我能拿到钱。你怎么拿到？拭目以待。我们到了北京，领导专家都很支持，却也担心我们拿不到入网许可证。海潮承诺，我们的产品性能能做到现有欧美标准的2倍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投资，必须质押股份。稍有不慎，公司就会破产。老婆，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第一次一起来北京吧？我们去清华吧，去看看我的母校，我们相识的地方。好呀。可惜邮筒跟电话亭都被拆了。是啊，还有很多新建筑。这个新清华学堂也是新的吧？旁边是校史馆吧？我们去看看。去。海潮师哥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们好。你是我的偶像，我也是电子系的。哦，我们可崇拜你了。谢谢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。那海潮师哥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，加油啊！再见。我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海潮师哥。哎呀，羡慕他们。我老公现在都是清华的大明星了呢。如果真的因为做了中国制式破了产，一夜回到了解放前，关心我的应该只剩下你了。那你还做吗？各位同学。
学请正面走。1958年秋，2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，国家要造一个大炮仗，征询他是否愿意加入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。邓稼先逝世后，杨振宁给他的夫人许露西写信，信里说，希望你在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待它。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、有意识的前进的，没有彷徨，没有矛盾。是的，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，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，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。能这样评估自己的人不多，我们该为稼先庆幸。各位同学，请正面走。你看，杨振宁是理解邓稼先的。那年，杨振宁从美国回来，邓稼先和他在甲所吃饭。杨先生就问邓先生：“你为国家做出了原子弹，国家奖励你多少钱？”邓先生说：“氢弹10块，原子弹10块。”严先生笑了，说：“那不可能。”邓先生认真的回答：“真的。”杨先生说：“你等我一会儿。”然后他去了趟厕所，在里边哭了很久很久。10块。这么难的测试标准，就是专家在为难我们。你还是想这么干吗？我们就用实力去说服那些专家。我表个态啊，我也觉得挺好，这在技术上是个挑战，而且按道理，按照我们的标准，我们就能成为世界第一。都半个小时了，人呢？会还开吗？张总，我们这些人都反对，这是我们联名签字的信。袁二大爷不支持吗？我劝了他好几天了，但是他说要征求大家的意见，要民主投票。我很理解员工们的心情。但是一个公司不可能真正的民主，因为大部分员工还是注重眼前利益的，他们不会顾及到公司的长远利益。海潮，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改变？这监视什么呀？改变的应该是你们。战略眼光只能是少数人拥有的。听过那句话吗？只有牛羊才会成群结队，猛兽都是独行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反正人呢，我是帮你约出来了，一会儿你就自己聊吧。但是我要说清楚啊，我们红木资本从来没有站在过你们这边。而且林夕，你知道到底什么是 TD 吗？不重要呀。反正海潮想做的事情，我都会努力帮他完成的。干嘛这个表情啊？他是我拼命追来的人呢，我不得对他好一点？哎，姜薇，子夏，坐，来坐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后面还有会，先走了。看房子啊？有中意的吗？我们这些在外地打拼的，为了能在大城市存活，难免只看眼前利益。完全理解。哎，喝点什么？你好，柠檬茶。好的，稍等。
你还单身，一套像样的房子，一辆像样的车子，可以提升你在婚恋市场的价值。但是这个呢，依然需要依靠领通的股票。我相信你的想法也跟大多数领通员工一样。可是黄总，我们不同，你很幸运。张总的眼里只有你，万分之一的好男人被你碰到了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，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。黄总，我做销售的时候，我也是做销售的，所以我知道你的艰辛。我也是，一杯酒100颗芯片，硬生生喝出来的。你业绩这么好，一定吃了不少苦。其实你来创业公司本身就是一场豪赌，你做销售也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。那既然这样，如果有更好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试试呢？我是真心的希望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你期待中还要好。您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如果 TD 做成了，你知道你的销售额能翻多少倍吗？你会包下整个中国市场。有些机会，一生只有一次。那万一失败了呢？